第20章定乱下了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因，就辞别起行去马其顿，行遍迄一带的所在，用真侪话劝勉门徒，然后来到希腊，伫遐踮3个月。得要坐船去叙利亚，犹太人设计要害伊就定意对马其顿倒去。甲伊去亚细亚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囝苏巴德、帖撒罗尼迦人阿里达古，甲西贡都，阁有德比人该犹，阁提摩太，阁有亚细亚人崔基古，甲特罗菲摩，这个人先行到特罗亚听候院，过度假做的日子，阮对菲律比开船，5日到特罗亚，甲因相会，伫遐踮7日。7日的第1日，阮聚会擘饼的时阵，保罗因为要第2日起行，就甲因讲论，直到半暝。阮聚会的迄座楼顶有一寡灯光，有一个少年人，名叫油嘴古，坐伫窗仔顶，夜先好困。保罗讲真久，少年人好困，就对3层楼顶跋落去。扶伊起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落去，拍伫伊的身顶，抱伊讲：恁毋免惊，伊的灵魂还伫身顶。保罗搁上去擘饼，食了，谈论真久，直到天光，这才行。有人将迄个囡仔活活的带来，得的安慰无少。阮大声上船开去阿索，意思要伫遐治保罗，因为伊是安尼安排的，伊家己拍算要步行。伊既然伫阿索甲阮相会，阮就指伊上船，来到米崔利尼，对遐开船。第2日到基亚的对面，过第2日伫撒摩瓦罕，过第2日来到米利都，就是因为保罗早已经定义搬过以弗所，免得伫亚细亚耽延，因赶紧进前行，巴不得赶5顺节回到耶路撒冷。保罗对米利都找人去以弗所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因来了。保罗就讲：恁知影，对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伫恁中间始终做人如何？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目睭中流目屎，搁因为犹太人的无害，经过试炼，恁也知影。凡若互恁有利益的，我无一项闪避无讲，或是伫众人面前，或是伫逐人的家内，我拢教导恁。搁对犹太人甲希利尼人证明，着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去耶路撒冷，心真迫切，毋知伫遐要拄着什么事，总是知影圣灵伫逐个城内向我指证，讲有困扰甲患难听候我，我却无掠性命做少年，也无看做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伫恁中间来往，
传讲上帝国的道。如今我知影，恁以后拢袂得搁见我的面，所以我今仔日向恁证明，恁中间无论什么人死亡，罪不在我的身顶，因为上帝的旨意，我并无一项闪避无传予恁。圣灵入恁做全群的监督，恁就得为家己谨慎，也得为全群谨慎，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以用家己的血所买来。我知影我去了后，的确有凶暴的豺狼进入恁的中间，无疼惜羊群，就是恁中间。也的确有人起来讲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底因，所以恁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的久，日暝无停的流目屎，苦劝恁逐人。如今我将恁交托上帝，甲伊恩惠的道，这个道会建立恁。互恁甲一切正诚的人同得基业。我袂捌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常攻击我甲当人的欠用，这是恁家己知影的。我凡事互恁做模样，叫恁知影，应当安尼劳苦。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纪念主耶稣的话，死比受搁较有福气。保罗讲完这个话，就跪落甲众人祈祷，众人大吼，抱保罗的颔棍，甲伊斟喙，互因第一伤心的，就是伊讲，以后袂话搁见我的面迄句话。对安尼送伊上船。